台埔洋气的开发，头摆呢讲爱想要本上石创嘅企业来买土地，也会带来地方方嘅工作机会同税数。不过实际上科技大厂虽然买地嘅，但系连基础嘅设施拢前起工哦，地方方嘅江岸沙发落起来嘅，地方政府同民众也会受到相关议题带来嘅影响。有得所谓嘅产业转期同出差期、商业期嘅比例所涨起大，或者如讲台埔洋期根本都系苗栗县政府强子内民地个买地来种钱能有嘅。愈大愈系台埔从化起地度嘅产业专区，一个专区有22.5公顷，已经准备标出去嘅，总向4间厂商来买地，包括最有名嘅台积电，也规划要替台埔设厂。按道理度，苗栗县政府认为当初延期嘅规划案系成功嘅。那至于说我们有4块哈，那个工厂用地、工业用地啊，这4块事实上都已经标走了啊，已经都被标走了。那台积电的是比较大块的哈，那还有恒湖啦等等，啊，这些都要来设厂哈，事实上也是可以带动另一波的我们的一个工业升级、产业升级的。不过，重新来看亚规嘅延期规划案，本单规划嘅165公顷台埔延期，实际面积系136公顷，全期经过其他证书同土地重划过后，又系市场嘅公共设施，正经拿来就上嘅延期用地连2上路模。不过由市场国家土地嘅出车期、商业期是得自由买卖，也得铁路变做苗栗县政府嘅禁忌嘛。不过对唔认同嘅抗政府来讲，也得反映如系牺牲本单的成法換來嘅。上海部分上海用呢個地方辦的，你睇看到佢個人流量嘛，哎呀，一點不能去的，地都會死啊，然後吃皮都幾多少炒地皮呀？都对外宣称都是说要科学园区要当厂房了，那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他大概都是做住宅区，他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他没钱，他要去抢人家的地来卖了。所以繁华都是虚浮，都虚浮的。对，都是虚幻的啦，那些都不是真实的。哦，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嘛。许多台埔居民表示，唔是上过本单如系田区嘅台埔，总会出10个程度按个位太了。苗栗县政府当初用奖励、用激烈的方式鼓励建商买地来起，故说台埔有为一栋又一栋嘅新嘅空屋，公共设施也连沙完工嘅，也未是知道二来维护同管理从化期嘅中南镇工作开始有为压力。将来如果有居民进驻以后。那公所势必要安排垃圾的清运，然后所有公共设施的维护。我想这个经费确实也是我们公所以后要克服的问题。怪树卡瓦希本人认为系换位土地争议上之内重要房都冇系的。然后生起嚟过后，台埔2年来以为冇缺用嘅样嘅，台长路落来嘅对地方方其中系改变嘅希望。台埔嘅改变有为人认为改好，唔过对厂商嘅个简单2千年嘅居民来讲，啥系一则伤害。其也睇台埔从化期嘅扩展切入顺后。一片係全新江岸，一片係能覺得係啲天氣嘅，按呢個強烈對比，更加睇苗栗引來影片上嘅。下個新聞從知名苗栗報道。